在地新闻继续要来看议员话安尼讲惊死人哦。先来看苗栗县国民党籍的议员郑自然，伫个议会讲，伊不管食统战，伊敢若管小朋友的福利，食互伊钱，食就是老大，食就是爸仔母。这位议员的安尼讲，其实是为着学生来设想，因为前一阵啊，南庄国中接受中国的酒商60万的捐款，要做营养午餐的费用，但是引起争议，所以校长赶紧把捐款退掉。郑自然真愤慨，才讲出这款的话。国民党籍苗栗县议员郑自然在议会上讲出这款的话。我不需要管谁统战我，谁给我钱谁老大，好不好？高有处长听一个，拢硬气，唔敢接话。我不管你们统战我在南庄国中的小朋友要回家好，管跟统战一样，谁给我钱谁就爸妈，谁过来就是一样。郑自然讲的南庄国中，就是前一阵啊，逼出学校收中国酒商所捐的60万的营养午餐费用。当时捐赠单位甲校方提红布条伫校门口翕相，布条写有中华的十酒，今日报道台湾，引发争议。事后校长赶紧将捐款退予对方。最后郑自然是真不满，爱教育处追查是啥物人互因的压力，甚至还佫讲出谁互因钱就是爸母。有人讲直接表态就对啊，连演都唔演，也佫有人讲罢免伊。不能够随意的认贼作父啦，只要给钱就是爸妈这样的观念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认同的。您拨的电话无人接听。即马人伫国外，电话无法度接通，伊伫议会上为了争取南庄国中的营养午餐的福利，讲出的不管啥物统战，谁互因钱，就是爸母这话，引发攻击。